来进行俗语讲了后。哎呀，我是那拢无人来啦。啊，你有挂号无啊？哦，可啦。你毋是较早咧送批，拢咧送挂号的？啊，你对无爽快啊？唔是歹讲啊，就歹讲，啊无先该迄个扭一个尻川的迄个度数者，就是感温呐。唔免啦，啊是无准，甲个扭裤，迄个喙安尼。啊，讲一句安尼哦。哎，你也无卫生，毋是啦，迄无重要，这个发烧无。啊，你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来，问你紧，我感觉你嘛紧从我入来看者，好无？要去对看啥货啊？无来看我，来这等医生来。啊，我毋是医生啊。你医生你才我问讲你有挂号无？因为我嘛要挂号啊。啊，你也是病人，我是医生，啊，我就是迄个啊兽医啊，对无？我哪有咧看你即种？吼，神经病。你应该是去挂神经科啦，奇怪我，哎，我都咧讲讲，我都有笑的，我真正是，哎呦可怜哦！你甲看嘛，你是破病人就是安尼啦，有钱讲话大声，无钱讲话贵听，有钱叫你等的，无钱叫你等待，有钱看病免拜，无钱看病等要待。啊！人插我这个无啦，拜托你啦！阿伯，喂，啊你有安怎无？啊你今年几岁哈？啊我都迄个，我甲你叫医生无？啊你有去打健保卡无？小姐，哈？你这摆问啊这，我是要应对一个。啊无吼，你甲我讲，你倒位咧无爽快啦？啊，这镜头足久的吼，安尼歹势讲，安尼哇，即马最近安尼，即马食大麦啊！食大麦？嘿，这大麦啊，规地层平去啊！哎呦，我老岁老干那挂号挂袂着，我今仔真正是阎罗王开酒店。啊若无吼，你甲我讲，你倒位咧无爽快哈？啊，我这哇，哎呀，这镜头真久啊啦！哇，这最近哇，真甲这大麦，过来捏啊咧。哦，哎，这底层啦，做一个叫病人的话，哇，会老干咧10点吼，个挂号挂无啊！我今仔真正是使劲苦大拍死角啦！哇声，感谢护士小姐，拄有2句有无？对。验迄个阎罗王开酒店，店，迄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要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迄个情形，拄啊，这个病人挂号挂袂着，就听到要害啊，就已经紧急的情形啊。挂号佮挂无，啊，到底是阎罗王开酒店，还是使劲苦头拍死角？就是差不多来要阎罗王开酒店的，请举手。我唔知啥物意思，我选这个。一票尔，一个人认为是阎罗王开酒店，认为是讲使劲苦头拍死角的举手。4票对1票。哦，安尼好，有无共的答案安尼上好。其实，正确答案我嘛无啥了解，但是家长咱老师伫遮，老师请甲阮解答者。阎罗王开酒店后壁要接一句叫做“唔惊死的做你来”。哦，所以有时像人外口卖药的网络先吼，讲我这药偌有效的，青梅讲去，摆开会行去，翘久会得去，粒仔消去，人无去。所以你若唔惊死的做你甲接落去，一定会出代志。哦，迄叫阎罗王开酒店，唔惊死的做你来。哦，啊，另外一句是讲使劲扩大拍死角，咱以前裤咯，拢用布迄个啊，夹伫头前。是，啊。你讲哦，使足紧啊！要开便所，结果啊死啊，拍死甲头袂开。你讲足赶紧啊，啊拄着别人代志来去延前，啊哦实在做什么工会倒安尼哦，做唔对。石斑灰机吧，石斑灰机吧，就是你的影片啊，所以即马讲到延前呢，延
盐有的盐，哦，我想讲你你的南部巴西港，搁看到恩泉。而且嘛是香肠一种音，嘿，就真难讲药剂啦，药剂嘛可能是药剂嘛，可能是药渣，有时港音的词啊，足侪字。恭喜答对迄个同学，我拢叶着。谢谢老师来拍给破鼓励，谢谢。